復為此文第47。以時世尊而說頌曰：若不往昔修福慧，於此正法不能聞。以曾供養諸如來，則能歡喜信此事。惡憍懈怠及邪見，難信如來微妙法。譬如盲人行處衾，不能開導於他路，惟曾於佛寂眾善，救世之行方能修。聞已受持及書寫，讀誦讚演並供養，如是一心求淨方，決定往生極樂國。假使大火滿3000，成佛威德悉能超。如來心廣智慧海，唯佛與佛乃能知。聲聞億劫思佛字，盡其神力莫能測。如來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開示。人身難得佛難值，信為聞法難中難。若諸有情當作佛，行超普賢登彼岸。是故博聞諸智事，應信我教如實言。如是妙法行聽聞，應常念佛而生喜。受持廣度生死流，佛說此人真善友。